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嘅》。六桂地区早期係種種樹煉老油嘅地方，現在六桂地區有乜嘅好料嘅呢？大家有去過18羅漢山冇？我也冇去過呢。唔怕今晡日我哋特別邀請到在地嘅兩位老師嚟到現場，同大家嚟介紹18羅漢山到底有乜嘅好搞嘅喲。我哋夾夾來分享幾點吧。我哋首先分享廖志雄廖大哥，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迄六桂里新民莊嘅廖志雄。哦，廖大哥分享哦，哇，大哥，有時擺像原住民嘅。是嗎？好，今天我哋分享嘅係江春英江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很多江春英。歡迎兩位來到現場。想請教兩位好，因為我係冇去過嘅18羅漢山，請教兩位18羅漢山到底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呢？而家歷史係乜嘅呀？可以請教廖大哥嗎？可以啊。18羅漢山吼，以下呢一個礫岩層所組成的一個山脈。哦。伊個山脈底部乜嘅特別的地方都安尼呢綠草農。綠草農最特別，因為安尼頭擺愛去入去六桂里啊，愛對個綠草農過去安尼。哦，基本上係一個18羅漢山係有18座山嘛，也係一座嘅。其實唔止啦，唔止18座山啦。哦，佢係一個山脈嘅安尼。哦。山頭獨立山頭嗰度，差唔多有70人嘅。我覺得，因為我冇去過嘛，我聽過第一擺聽過18羅漢山嘅名嘅，有冇？我覺得18羅漢山，係唔係18座山嚟嘅？原來係安尼。18是算是多數的意思啦。哦，頭都有講到嘅六桂地區以前係種嘅種樹煉老油嘛，安尼18羅漢山嘅農同嘅煉老油有乜嘅關係嘛？江教授？因為也要在日本時代講起，日本時代發現到台灣六桂幾多隻山上有這種嘅種樹，並金雞納樹。因為人發現到金雞納樹可以當時瘧疾，它可以治療，用提煉出它的氖，然後種樹呢可以做農油，所以講有個經濟效益幾好。但是而要在山當留一個樹嘅倒下來，要追出去無路可追，所以要打一個崩礦，打一個農。一開始是打5個農，一年5個農，但是天5號嘅農咯，佢長，但是經過這太水這種嘅囤積，所以在這民國26年嘅時間，這5張農要做好嘅，但是在32年嘅時間，本太水從囤積，所以無路，所以當做第6個農，第6個農要32年嘅時間做好，你要看到這種嘅模做這種嘅父母奶汽車，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間，日本人差唔多會衰退嘅，冇經濟嘅，所以要冇去做這種嘅汽車，所以講18羅漢山呢，當時就有一獨立山頭，會到18一個統稱，所以講這個農就按嚟過來，這個最主要是這個經濟效益，原來係按嚟。我哋講嘅農都係隧道嘛，因為我哋講嘅以前我有聽過係講安農啦，冬天嗰片係講農，好冇？按人文方面有18羅漢山嘅綠草農，按自然嘅方面18羅漢山應該有青島通知部吧？有，係啊，叫乜嘅咧？廖大哥？冇錯，因為佢發作自然保護區嘅話，已經保護起來，如果多嘅動物、植物喺底部會繁衍啦。佢劃做自然保護區哦。係。乜嘅時間劃嘅呀？96年佢係。96年，我哋都做唔得凊彩去劃嘅18羅漢山嘅呀。做唔得凊彩去哦。佢保護區嘅範圍從第1號農到第5號農，係嚟範圍差唔多有193公頃。
哦，安泰啊，最主要佢會保護嘛嘅咧，人哋而家講佢挖嘅保護佢，會保護有特別嘅東西嘛。啊，都係叫佢保護嘛嘅啊。除了講保護安尼嘅農以外，農都代表安尼嘅文化嘛。文化嘅東西、歷史嘛。係對。啊，再來就是保護地波安尼動植物。哦。啊，有通會有哪度會保護嘅咧？其實嘛，嗰度野生動物睇地波啦。他有嘅可以講一下有哪度？通不嘛？野生動物大部分攏按不條出來嗰度。按不條嘅哦。像山豬來條啦，山豬啦、沙狗嘛嗰度，還有強嘅，按二十條出來嘛嗰度啊。係啊，山豬強嘅二十條嘛出來。哦。還有白鼻心來條。還有強嘅係人哋講嘅山羌嘛，係嘛？哦。除了動物刺蝟哦。刺蝟的部分嘛嗰度啊，唔過有嗰時看到嘅，我嚟片有啲圖卡。哦。嚟片啲圖卡呢？田代氏鼠尾草，田代鼠尾草，伊最早發現喺呢喺屏東嘅恆春。哦，屏東恆春發現嘅啊？發現佢係800年前嘅哦，100年前發現的。在這期間都沒有再發現，一直到前幾年的時候，大概在2008年左右，在我們18羅漢山又再發現咧。哦，係哦，咩佢即個幾片天然嘅，其實曬到一片落嚟，本地一片落嘅，800年前。應該係呢，你嘅生長環境的關係啦。因為人哋18羅漢山嘅有溪谷，有山溝，如果潮濕，太陽也沒有那麼大，所以夠適合伊嘅環境那裡啦。嗰種可能以前果片地區全部都唔係嘅鼠尾草都有，只是後先咪個適合其他環境存到18羅漢山一片，知冇？嘛有可能係咁樣啦，也有可能是一些動物把它的種子帶過來，也有可能啊。我們保護這個地方，就是讓它生物多樣性。那你生物多樣性的時候啊，它也會幫助一些植物的傳播。嗰時候有個鼠尾草，像18羅漢山一片有，應該。點都18羅漢山有發現。哇，厲害厲害！啊，還有其他特別的植物嗎？特別植物還有一種蕨類。哦，蕨類的澤獬蕨。澤獬蕨。哦，伊嘅生長條件嘛，過於嚴苛。其他生長條件有同一個共用嗎？係嘛，差唔多。有潮濕，然後又要那個陽光不要太多。你讓可以生長啊！哇，真厲害呢！唔過我想請教一下嘅龔大哥，頭先我哋有講到嘅農綠草農，地杯除了植物有動物，動物最多嘅睇農地杯有看到乜嘅啊？最主要一個特色因為頭先有講到天五藏農個廠本太歲重過所以重新打第6號農嘅時間，而第5號農就冇汽車，所以本這種蝙蝠棲息，蝙蝠可以講18羅漢山地杯一個特色，它是一個夜行性的東西，所以講到蝙蝠就有另外一塊從事咧。嗰個地杯有青島必破都錯嘅。會神槍都錯嘅，因為有個保護區。神槍。原來係咁。唔過六鬼地區做埋佢按到六鬼地區，六鬼有個名係唔係同伊個故事有關係啊？因為我從細要在六鬼出世，我聽老人家講咧，因為當最明顯咧講有6隻屍龜，殺條看到有個像烏龜咁樣。但是僅存一隻有龜王岩，所以六鬼太橋知道咩？其他農種唔太算重叫嘅，有時六鬼嘅來源有人講是安樣，但是嗰度傳說啦，嗰度種講法。嗰時六鬼地區嘅6隻殺鬼同18羅漢山也有18嘅關係都錯嘅啦。我來個補充一下啦。補充一下，你喺隧道地杯5號農地杯有差唔多有5種嘅 people 嘅。有5種哦，係差唔多有5種。但係呢，中山大學原來做研究嘅，做記錄嘅，地杯差唔多有5種。唔過嗰時從啲地杯差唔多2種到3種。從來ที่อันนั้น農地杯最太雜嘅就台灣夜比虎。一隻雕喺當過。但你去看佢下都過清楚，伊都一隻雕喺當過，如果太雜。差唔多一台啊，差唔多60公分咯，迄伊幾安尼一夾打開來去下啊，就差唔多50-60公分安台。咱系列都來東亞澤赤虎，個細仔型，伊攏全部一群的聚在一起，
一群一群聚在一起，所以安尼你去看，你都可以可以清楚的分辨讲，伊汉的台湾叶皮肤也系东亚泽赤蝠安尼。哦，啊，你们是只迄早晨叶皮嘛，也下猪头。拢可以，因为伊汉的夜行性的动物，所以泥石头也拢可农地杯休息安尼。哦，因为按不条叶皮，可能应该都冇睇地杯啊。都看唔到啊。有个5公弄一丛的啊。5公弄差不多210公尺左右。哦，200人工厂地杯就有5种嘅，按你有算过佢地杯有一多张吗？安尼平常我去做监测，监测安尼一组差不多3万人，大概每个礼拜会有3天到4天的时间去做监测，俺都会去监测说讲，一下农地杯有哪个蝙蝠，数量差不多一多，安尼去监测差不多，最少的数量差不多20只、30只左右，最多的可以到600人安多。哦，哇，观众朋友。今天莫讲嘅咸地呢，原来18罗汉山地杯还有6所呢，其中一类还有安多必破呢。哇，等一下还有更多精彩故事哦！休息一下，给哋马上过来。上一堂我哋听嘅2位老师介绍18罗汉山这片有乜嘅特别嘅地方。今家呢，人继续来请教2位老师，到底今年睇地杯做乜嘅工作咯？龚校长，请教一下哦，你哋睇地杯，你哋系算志工吗？志工。志工团队成立已久嘅呀。在去年开始，也个讲起来就要感谢人哋屏东科技大学一个陈美惠教授。哦，陈老师。伊有来六桂做一个计划，就来老林务局做一个合作计划，然后配合我们这个18罗汉山的自然保护区，然后要有一个团队，所以要进行培训，而且培训的时间，它的条件归严格，你一定限制为户籍地在六桂，一定要采天年就才可以的做一种分享。所以经过差不多1年的训练上课，所以我们来自虽然户籍在六桂，但是有时会在外地工作，当然要来高雄上班，但是一礼拜有礼拜3按不条。要过去六桂上课，也会派一些专家学者来让我们上课，然后经过认证，然后我们才有今天的一个志工。安尼讲到讲本身係做乜嘅啊？本身是做佛教的教宗。因为我在六桂出世，所以我们对六桂从小看到见，差不多有50人的情况，所以对六桂有一种情怀，所以我们志工大家都是感觉到，归想要让六桂分享出去，所以又有六桂那种特色，所以我们他当然就抱着一种感恩的心，尤其我们林务局跟我们的陈美惠老师，帮我们培训，让我们能够来分享给台湾。甚至于世界各地的好朋友来六桂18罗汉山。安尼讲太讲迄教宗了太讲本身在做乜嘅呢？其实我之前在做便利商店啦，做了差不多7、8年，后来都多做去安尼咧新民庄这片，刚刚把天数种木瓜。哦，你喺农民都所謂，本上平常時喺種木瓜。哇，安尼唐風人人志工團隊平各個工作都冇共用嘛，聽唔到。有上課嘅時間，像一年嚟上課嘛，拜3嚟上課嘛。我像6點到9點。哦，按不條。按不條。哦，你有上過乜嘅課呢？上嘅課方面幾多啦？包含人文啊、歷史故事來的，都有包含動植物。我们都请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屏科大森林系的老师，也还公安的师大的弟子也还中山大学昆虫的老教授来教你上课呢。你2位我想请请教了太過好，你做乜可以上到我教你一個志工團隊咧？我估落去做生意以後，我都感覺講對安尼咧六桂里，講嗰種唔係講嗰屬實用的啦。雖然講係睇個出身的。所以我想說，利用來機會都可以好好來了解一下安尼咧六桂鄉，包含它的人文歷史啊之類的。
安尼高中应该唔会对这个魔术师人上嘅教育吧？哦。因为我上嘅教育嘅原因第一就一种条有讲过情怀第二个，因为六龟是一个国勇师的后花园，它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尤其我们这18罗汉山的保护区，所以我会排除很多的行程，加入这个行列，尤其要上课，来回就要150公里，所以我们上课时间我们又可以吸收到很多在地的知识，尤其要种个自然保育的东西，因为要自然保育，六龟人口外流外流的时间，你一定要有一些责任对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利用感谢这个林务局跟我们每位老师的这个团队加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让这个这个保育的东西能够自然的进行下去，让我们的人口在这个生物圈里面可以有一种永续满足我们人口的需求但是也要满足我们刚才志雄大哥讲的动植物的栖息地，所以这个就是永续的一个循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良性的循环。本上两位老师都会关心这个家乡的土地可以伴大家伫遐讲，六龟嘅天气到底有乜嘅进步可以介绍伴大家，然后加入一个团队。安尼唐风类一个志工团队成立差不多1年嘛，差不多，怎么？好。安尼一个团队大约嘅多年啊？有大概42年。42年也中央同人中央差不多1年，刚成立创队的元老嘛，错嘛？哇，原来係安尼。不過頭頭我哋有講到，因為六龜天氣18羅漢山係一個保護區嘛，年批要神槍，人有安排相關的行程伴大家年批講神槍嘅可以帶進嚟去留了的嗎？有啊。睇有嘅可能介紹一下嘛，兩位萬人可以介紹呢？好，我嚟介紹一下。其實你有規劃2條路線啦，一條係呢喺保護區底部嘅，都行綠草農嘅，咱是一條係呢行溪谷嘅，溪谷都保護區外面。神槍保護區底部嘅，你都會提前15年，提前15天跟領館處申請，也係講安尼有專線電話，也可以同安尼來申請，都可以。no boy 呢？行嘅保護區 no boy 都唔是。保護區 no boy 都唔是，差不多3天前來跟我們預約都可以。也係3年之前。哇，觀眾朋友有同學保護區底部嘅，我15年之前唔係保護區底部嘅我3年一天我先打電話去申請做唔得，自家都可以做唔得嘛，係冇？行嘅保護區底部嘅農底部，像行嘅農嘛，還有介紹嘛嘅冇？有底部嘅，你就介紹動植物來調，主要係你 people 嘅，唔可能底部嘅 people 嘅。一個時間差唔多一場嘅。差唔多1點半到2點鐘。1點半鐘到2點鐘安尼。今日行日本今日即係去留了其他嘅地方嘅嘛。係，帶出來以後。你們全部志工會去導來？有限嘅人，但係會輪流。輪班嘅都錯。輪班嘅啦，係。輪到人都會帶。都帶一啲行程完成之後。就看遊客他們有沒有其他行程，就走他們自己的行程啦。保護區底部差不多1點半鐘到2點鐘，那保護區內部呢？搞咗？差不多1點鐘至1點半鐘。撈這河壩就條溪谷。溪谷。因為伊是算一個 U 型谷，它天來看到就埋基谷，而看到嗰種磨麻水，喺落太雨嘅時節，而水會沖下來。但是而家這種嘅下水，透性這個透水性會強，所以你看到嗰種磨麻水，實際上水是在塞條下片。所以而家種嘅很多那個很多就利鹽嘅特性。條我要補充一下，條人講到除了保護區。形象15年以前，有些這種保護區我3年就做得，但是我哋係最近係有施一啲很多帶路團，很多帶路團呢，講因為以前我行業啦，唔啲六龜地方嘅所在，所以除了保護區以外，我哋還有一啲服務，就講可以上去現來搭嘅，像我哋有這種採果樂，就有啲愛玉嘅，又有啲。這個木瓜園呢，又有這蓮霧誒或芒果誒，還講我全都在吃有機餐呢。我們有這樣子的
随乡的服务，所以我们都带路团。哦，你打电话过去同人共用老了迄个地杯，老了的路线迄个，看见人去奈可以同人我们做一个额外服务。哦，有会加钱吗？而且有一个固定的风琴家私，我们这种的 DM 为固定拱铺，那种的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哦，这个可能会奈一道家私的，讲这个线路错。我们就趁有个机会来一人介绍，来人做。导览介绍，共用迄老了六轨，老了六轨，促进地方的一个复苏繁荣。嗰度吼，咱像农杯从地杯安尼老了迄个，像半日的，其他时间都唔知要去哪了，人人还可以看人那个店，自家先讲，我抢人等人去哪了安尼。哦，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团队平常很用的经营一个团队啊，讲下嗰种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嘛？我们经营除了固定每一张月会有一个工作会议，嗰还有会排回训课程，充实自己，然后我们的经营方式，像条志雄大哥有讲，有预约团入来，我们就会公布照号码顺序才领，有很多人就去带团，带团的时间就讲保护区内、保护区外，然后我们呢。过了就有的人将我们志雄就负责网络的部分，我们网络资讯还有我们的 FB 有一些资讯会传出去，那我们也有一些像文创的东西，像我们最近就设计一个纪念性的邮票，委托性呢，我们最近会发行，那我们这个团队的经营呢，就等于讲说是。多样化啦，我们有分组，像比如说还有公关组，有分目标的工作这个负责的地方目标，哇，你们团队实在真厉害呢！哇，观众朋友，谈到鸦片，下面同各位共用，请上夹落去老了18罗汉山，同老了一条龙的呢，唔怕等一下更多精彩的故事，可能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上一趟我们伫个六轨铁骑18罗汉山有那条好高的行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请教2位老师，还有其他乜嘅好高的哦。廖太哥，条头我们有讲到嘅农嘛，係最重要的部分嘅保護其地杯嘅。唔過，嘅農地杯除了壁鋪，還有乜嘅特別嘅動物呢？好，那來介紹一下你嘅稀有的昆蟲。昆蟲誒，那下呢林務局。林管處委托中山大學生物科技系嚴勝宏教授他們來做昆蟲的研究，然後研究採集就是在我們18羅漢山山區，他們有去採集到大概200多種的昆蟲，那其中一種很稀有的就是透刺蛾，透刺蛾這一個，你可以看它的翅膀有點好像鏤空的感覺，這種透刺蛾。那这种透刺蛾通常会栖息在那个树荫底下，虽然它是日行性的，但是它很低调，它都会栖息在树荫底下。然后它的幼虫会在那个王瓜的瓜藤里面栖息。底下是瓜的这种，是瓜。严胜宏教授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啊，他们发现说我们18罗汉山地区有这个物种。那这个物种在之前是在南投那边有发现，那在南部的话是很少发现的。那比较有这个资讯的话，都是在我们南部18罗汉山这一边这样子。也係搶摕18羅漢山看得到迄個蟲嘅都錯嘅，透刺蛾。透刺蛾。除了蛾，還有其他嘅動物嗎？除了透刺蛾以外，安尼個因為安尼差不多在3初農嘅門口有啲大山壁、大崩壁。大崩壁當個差不多在冬天的時間，會有游隼。游隼是一種安尼老鷹，伊都俯衝的速度過強，同安尼高鐵差不多強300多公里。伊用我提起呢，伊安尼個弄把有人幫搖夾的。不用有个赛鸽，赛鸽我们大崩壁上面它是赛鸽行经的路线，所以游隼就守在那边去狩猎那个鸽子这样子。哇，安聪明，都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平常时今年都黑大大家吗？伊还咧过冬时呢
过冬型，但像冬天咱会过来。冬天咱会来。哦，有阵人去看的时间，有限定讲哪个时间，除了冬天，有白天也係按不條，咱看來冬不冬嘛。20條係，20條去觀測，唔見數量夠少，每天看得到。哦，係哦，哇！希望吼下一次我過嘅時間可以看得到，因為我冇看過那種特別的吊的啦，同樣嘅蟲咧。哦，安尼兩位老師想請教你咯，因為你係對一個土地嘛，這個。先家己還有想要舒服一個土地，介紹自家嘅家鄉本喺家己啊。安尼你最家己18羅漢山也係6個地區，哪個地方呢？高總可以請教一下嘛？喺我在帶團嘅時候，我會看對方對象，而且是算他的年齡層。如果年齡層過太差不多50、60，我會講歷幾嘅歷史。愛講差不多年輕人。年輕人我會比較講一些自然保育概念，因為自然保育概念剛才有講到是讓它永續經營嘛，學生呢，差不多小學都會結種嘅時間，我會來講這種嘅環境教育，要配合那個客戶的年齡層，因為這樣子講起來比較會有互動，比較會有回應啦，像比如講歷幾幾多故事，像日本時代降落嘅時節，從歷幾人口又有漢人，漢人又有分北部、南部，又有像當時這種嘅原住民，一開始原住民，原住民又有當時嘅鄒族、魯凱族、布農族，過來又在廣東、廣西過來嘅，又涉及人哋新米莊、新寮，講語比嘅。將人歷幾又加一個，當時講這種嘅大陸撤退過來嘅這種嘅軍人，你攏講外省人，外省人，所以歷幾人口又可能就衝入嚟聯合國，幾複雜。但是除了以前新米莊、新寮、語比嘅，純粹家家當種南部漢人，將歷幾語博文物裡個歷幾裡。大部分就條外講嘅這種嘅外省，就有漢人，一漢人又卡當中北部下來嘅，日本時代因為降落，所以下來，過來功夫時節又家語又下來嘅，即人口又人文部分又可以講到本家50、60以上嘅人，而能夠謙虛。嗰個高中個校嘅，六個地區嘅人文嘅部分，分享文言。安尼了解過，個校嘅係哪一部分呢？其實六初農地盤係國家嘢都5號農變6號農安尼啦，因為伊地盤冇水泥砌砌嘛，冇水泥砌砌都過原始嘅感覺。一方面又有蝙蝠、皮破嘅氣息嘛，一方面行業因為感覺過涼。地盤過涼，溫度過大。冇使到年頭，嗰時過涼，又係唔能要開冷氣啊！地盤過涼又看又感覺安尼行安尼時光隧道樣嘅有冇？行過去感覺安尼，佢像行時光隧道嘅感覺佢。像安尼看嘅日本宮崎駿動畫啦，嘅安陽係農行出去，結果都去到無窮嘅地方，哇！就安尼嘅感覺。唔過佢都有講到嘅農地盤係冇嘅水風冇泥嘛，冇。我們講嘅，有一年嘅滑下來啊，塞條。係啊，其實安尼沒有講啊，所以安尼每年人都要戴安全帽啊。戴嘅工廠嘅用嘅安全帽，要注意安全。唔過了解過，我係想請教你咯，你經過一下你有帶團嘛？你帶嘅差唔多1多團，一年附近嘅帶過1多團嘅。帶過差唔多5團嘅。5團。地盤有全部都係台灣人嗎？沒有日本人了。你有日本人啊？朋友帶來。你能用嚟溝通咯？伊嘅朋友我介講啊，我介翻譯。你佢哋帶團入去，佢哋有乜嘅幫人回饋，有感覺嗰神奇嘅地方冇？嗰神奇嘅地方啊，其實都幫了解當地文化來部分嘅感覺對我的回饋比較大。佢哋會唔會問過乜嘅嗰神奇嘅問題嗎？比如講，全都給日本人啦，係啊。遊客部分啊，遊客部分目前還好誒。係哦，你今日唔可以講，有啲冇看過，有逼迫啊，有乜嘅，有個案。有啲會講啦，
要行哦。哎，佫洗年要行啊，有的人要刚刚讲去 people 要吸血，伊都要行啊，系啊。啊，唔可以同伊搞伊下，佢本件額都都變蝙蝠俠。係啊，安尼教授，有帶過團有本印象過深嘅冇？帶過團咧印象吼就本地人感覺講，因為伊家嗰種都市人，嚟到鄉下，因為佢好奇，像比如講保護區外，我帶到伊啲團，啊，我要教人講，你世界中嘅蝦公啊，啊，洗澡嘅蝦公，啊，或者螃蟹，將我哋洗時間用一鳥。我會做一個示範，但是唔會真實一鳥，因為已經我們自然保護的嘛，所以我們會做一個示範，讓他們覺得很好奇。哦，平常是住在公寓大樓大廈，下來什麼叫泥，什麼叫岩石，什麼叫板岩，他們不清楚。好，我哋會教人連溯溪啊，那種嘅嘗試，包括要 U 型谷，包括要出這種嘅泉水，哎，你會搞起這種嘅淨化水這種原理。而且仲有很多人你在讀書嘅時間有搞過咩？所以你泉水用落要經過殺藥啊，嗰度殺條啊，就會有一啲過濾嘅情況啊。這種東西議題當中可以包括幾多？啊，種老人家，我哋要帶過啲老人家就行路行啊行路睇見就冇啊，就要講一啲大吊絲啊，講一啲故事，講一啲典故啊，不一定糖啊，就結合18羅漢山嘅東西，像比如講，有鐵路可能唔是管制嘛，所以當地老百姓會去呢邊地邊個竹筍，地邊有竹筍，地邊有竹筍，喺農地邊呀？咩？二人一經過農，然後去散檔，係入去保護區外，所以講人可以個人就會把這個東西結合起來，你不是世界中嘅喜宴裏邊沒有一個菜很多。這種嘅豬肉風嘛，有條竹筍嘅嚇，我以為咧講竹筍用嚟哦，教總我講清楚呢，佢都講到農地邊有嘅竹筍，我都想講啊，地邊我覺得山，有個稀奇嘅。係啊，嘅農地邊我看過係種蘆實呢，嘅唔係種唔得過就種唔得實呢。係啊，除了安尼，18羅漢山其實佢輕鐵配嘛，有人文，有通知物，人哋去嘅老了嘅時節，可以生嘛嘅冇？嘅附近有嘛嘅好食的嘛？附近的嘛，人講六個里地杯啦，吼。18羅漢山嘅有一個服務區啦，服務區有賣特產，就頭先講嗰啲竹筍乾來着，也係種嘅東西，種筍來着有賣特產。唔講唔可以食安尼風味餐嘅話，都會講你去六個里地杯，六個里地杯安尼有推薦參兩個餐廳，一個係呢幸運草餐廳，那是一個係呢木森林餐廳，伊係呢食安尼。蔬食養生蔬食誒，反正唔是講幾片攏有，只要行動能志工團隊每一下都啲嘅，錯冇？因為請講講，到時節過去親好老了，唔過都幾個時節冇地方好去，請講有種情形發生。除了安尼，又個有幾天去，除了18羅漢山，又個保護區，有幾天去地杯，總條地杯還有嘛個無共樣，因為人都係採鐵嘅老師嘛，攏採鐵呢，還有嘛個好料，你能可以同人介紹一下嗎？無攏愛先講迄個地方嘅新民莊，其實新民莊嘅嗰度好有料嘅地方，像安尼新威森林公園，而家都專門鬧，再就做安尼蝴蝶橋，叫蝴蝶橋對新民莊睇到嘅茂林嘅，有啲蝴蝶橋，對嗰邊看過來18羅漢山有個鬧哦，對嗰邊山帶還有一條路嘛，台27線。我們這邊是台27甲，你從對面看過來的話，那個整個18羅漢山盡收眼底，尤其是下雨過後，那個山巒有沒有？在上面，真的好像美景如畫這樣子。哇，人哋完美最好一種誒，迄個可以翕相。再來就是我們有那個一貫道的道場在那邊，是東南亞最大的，也是在我們新威那個地方，而且我們六龜的第一所的那個大專院校也是在裡面。第一所大專院校，對，也是在一貫道裡面。他們的天皇學院，已經開始在招生了。唔怕，到時節去嘅，反正都請人帶人去老了都錯嘅。安尼，教總還有乜嘅要補充嘅嘛？六龜農工業了，這種嘅到六龜市中心嘅時間，幾多這種嘅。當地的景物，像比如說寺廟啦，個冇有這種以前歸旅行的這種蝴蝶谷，總之啊，
六龟是一个非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也欢迎我们主持人啊，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六龟来，让我们服务啦。好啊，一天有闲的时间一天会过去。哇，观众朋友，你看，今日两位老师同人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六龟天气有乜嘅好料咧？有特别的通知物，还有人文。哇，有閒嘅時間一定要來去嘅老了哦！今日請感謝兩位老師帶來安精彩、安好聽嘅故事來到我哋現場。感謝廖大哥。謝謝主持人。那各位觀眾朋友，如果需要我們的服務的話，請上我們的粉絲專頁，我們粉絲專頁叫做18羅漢山生態之旅。請18羅漢山入錯嘅。對，裡面有專線電話。有電話可以打。感謝考總。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來高雄市的後花園六龜區有機會讓我們服務，謝謝。咁樣，觀眾朋友，來去18羅漢山保護區一定要先打電話申請哦。好嘅，坐喺安久，我哋家來聽段老師做運動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我出嚟介紹，我黃正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自己導演屏東分會，也片呢係劉先生，也片呢係陳先生。今日要介紹呢係四肢卧伸，四肢卧伸呢係訓練我哋呢手腳協調。我哋呢手腳同乜手神經呢循環過後，更加來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面下來，面下來呢，我哋呢手平好來，我哋呢同我哋呢兩隻腳同兩隻手翹放起來，腳趾呢單平來，唔可以按嚟，又唔可以按嚟哈。我哋呢手棍打出來，手帕掌呢扭向起來，我哋呢腳呢嘛扭向來。睇下我哋做呢係訓練我哋呢手腳嘅協調，我哋呢手腳嘅協調呢係好呢，我哋做乜嘅都可以練法。睇下呢我哋對我哋呢做腳哈，手向來同做手腳向起來。再過來我哋呢做腳踢出去。我哋呢右腳下來，觀眾朋友注意一點哦。在下來時間，我哋一隻腳踢出去，一隻手上，係同手同腳地嘅做，同手同腳地嘅做，我哋一種嘅動作，一種嘅動作係訓練我哋呢手腳嘅協調有個好嘛。我哋手腳有時間，我哋呢手腳會冇平衡。都冇協氣溫冇強樣，也係我哋體育師嘅按嚟做。再過來呢，我哋體育師嘅做法呢，係兩隻腳強樣傳出來，我哋眼神這一片，我哋呢右腳翹放起來，左腳傳出來，注意我哋呢腳把掌，我哋呢腳唔可以按嚟哦，數碼唔可以按嚟，我哋呢腳要打平來。腳盤打平來，係訓練我哋腳盤嘅敏感度，所以在做嘅時間，我哋再過來左右都會做到來。兩片呢，我哋做嘅時間，我哋兩片都會做，我哋先右片做起來呢，我哋一定都再來做左片。也係訓練乜嘅？係訓練我哋嘅末梢神經，同我哋嘅左右腦有平衡咯。也係第二種，我哋第三種咧係腳一腳，手一卡，手把手一卡，眼神打直來，腳一腳放起來。手一腳向來，也係訓練我哋嘅左右腦，有左片都係有右片。
我哋左右循環會過好，所以我哋做嘅時間，我哋要注意哦。我哋嘅腳打直嘅時間，眼神打直嘅腳唔可以安尼。有個人呢，觀眾朋友，有個觀眾朋友會講我打直，我眼神都安尼樣樣嚟。其實係數下呢，數棍下呢，安尼冇訓練到我哋呢數棍要曲行起來嘛，我哋呢數棍要曲行起來。啊，再過來呢，我哋兩片舌頭。我哋所做嘅時間呢，要注意事項。我哋第一安尼咬時間注意事項，講我哋卡嘅時間，我哋腳要安尼卡嘛，因為你腳冇法度卡會變安尼，數變安尼，變咧我哋呢左右腦冇法度協調，左右腦也需要平衡，我哋呢左右腦，我哋呢腳會安尼，要注意就安尼嘛唔怕，反正我哋呢數腳要訓練我哋呢腳趾，比腳行起來數巴掌。數字較好起來，所以也係訓練我哋呢左右有平衡嘛。左右平衡呢，我哋呢眼神呢左右腦，我幫我哋嘅眼神呢協調會較好。也係第三組，再過來有種呢係我哋向用腳行起來時間訓練我哋嘅頸肩骨可以訓練，也係頸肩頭行起來腳卡，也係個高難度嘅做法。高難度嘅做法係訓練我哋嘅眼神左右腦有左右腦協調。左右腦平衡呢，我哋做乜嘅動作都會有過好一些，循環會過好。觀眾朋友，我嚟做示範講，唔得要注意嘅事項。注意事項呢係注意講啊，我哋呢兩隻腳壓行起來，從樹壓行起來時間，我哋呢踝關節有變平嘛，我哋呢樹棍有打張嘛，我哋第一搖嘅時間要注意動靜，我哋按呢輕下來嘅時間，這一片嘅時間，我哋要壓對我哋呢壓縮我哋呢腰骨嘛。我哋呢壓縮我哋呢腰骨，也係注意下，我哋呢腳呢唔好變一啲天內下，變一啲天內下呢，我哋呢眼神呢會變飛走，眼神飛走，我幫我哋呢骨頭同肌肉冇法度變數，因為我哋人骨頭會磨平，所以我哋按你做嘅時間要注意事項講啊，我哋呢腳唔好跌喺天內，18年放起來，太空呢唔好離天內。安尼呢，表下嚟訓練我哋呢肌肉，我哋呢肌肉訓練好，我哋左右平衡，然後一個順勢。也係注意嘅事項哈，觀眾朋友注意過後呢，我注意咗呢，我哋腳卡嘅時間同我哋呢手卡嘅時間都講啊，我哋呢腳趾腳，有人腳趾腳冇下土安尼去腳。因為我哋講我哋腳盤、圖書盤都歸到細骨頭嘅，細骨頭係訓練我哋嘅腳趾連發，我哋嘅腳趾連發喺我哋腳上嚟，所以我哋按你卡嘅時間呢，這一片卡嘅時間要注意唔好按你呢會糾結，因為我按你唔係我哋眼神嘅眼力所過後，我哋腳趾卡上嚟，數字卡上嚟，也係一個正常哈訓練我哋嘅肌肉。講我哋嘅腳一級一級嘅腳筋同腳骨頭，所以訓練我哋嘅腳趾神經，幫我哋乜時神經循環過好一些。也係第二種嘅示範。再過來我哋呢有一種嘅示範講啊，訓練我哋嘅頸肩骨，訓練我哋嘅頸肩骨哪方面來？幫我哋呢頸肩骨呢，過順過好一些，過循環過好一些。我哋呢頸肩骨嘛，個有人講頸動脈、頸靜脈，又係都係對一隻一對個。我哋呢肌肉係好呢，
我哋咧循環也會過好一些，循環好對我哋咧左右腦有一個幫助。左右腦幫助呢，我哋做乜嘅事情呢，個唔會點點打突。好，觀眾朋友也係所做示範咩？而家呢，觀眾朋友我哋調整一下眼神，嚟做一個連貫動作、連續嘅動作來俾觀眾朋友看。觀眾朋友聽我哋嚟做哦，連續嘅動作都講啊，睇下我哋嘅手腳，同手同腳翹下來，啊，也係睇一下。聽一下呢，係我哋呢腳順向嚟，手卡起起來。第三下呢，係我哋呢頸頸拿起起來，也係第三下。觀眾朋友要聽我哋做哦。觀眾朋友，時間過加高，初當我介紹呢係四肢卧伸。四肢卧伸呢係我哋末梢神經嘅訓練同左右腦嘅平衡，所以希望觀眾朋友呢聽我哋好好來運動，下一次拿來了。